我逐工哦，就咧做前生的助理，做甲足善的。手机啊，你的目镜。除了是蔡东林大律师的某以外，我啥物拢唔是。你敢知影是安怎我才会甲你做朋友？因为我大概看到你，我就感觉我家己足幸福，足自由的。我实在无法度搁伪装落去啊！我想要离开。我都想要过我家己的生活，是我家己的。你的生活内较有亲像爱过一个人。哦，有啊，就是你啊。你想要做啥？你想要做啥？这么坚定的声宝，是去咧步兵顶头凊彩一个震动，伊就放弃。